我今日嘅議程前發言主題係關注人工智能對就業嘅影響。早前亞洲國際娛樂展喺本澳舉行，展示咗多項博彩業嘅最新科技同埋應用產品，當中莊荷機械人備受社會關注。有參展商向媒體表示，相關機械人嘅成本大幅下降，有信心可以吸引更加多嘅博企引入機械人。相關嘅報導一出，隨即喺唔同嘅博彩員工群組引發廣泛嘅討論，唔少嘅莊荷擔心未來會被機械人所取代，直接影響飯碗。本人喺上次嘅議程前發入邊，亦都引述咗國際勞工組織發布嘅2026年就業與社會趨勢報告內容，當中亦都明確提到，全球勞動市場正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等不同程度嘅影響，引發就業危機，並呼籲全球關注並及早應對。本人始終認為，科技發展嘅核心價值係理應係服務於人、輔助於人類，而唔係取代人。而根據統計局嘅數據，截至2025年，本澳有接近24,000名嘅莊荷，一旦引入莊荷機械人，將會影響數以萬計嘅家庭。而值得一提嘅係，多年前曾有業界提倡引入莊荷機械人，當時立即引起從業員嘅迴響，並向工會表達咗擔心同埋反對嘅訴求。政府亦及時作出回應，向員工派定心丸。因此，本人促請當局繼續以穩定社會、保障民生嘅目標出發，嚴肅看待科技帶來嘅結構性影響，維持限制博企引入莊荷機械人，確保莊荷由本地人擔任，切實保障本地博彩從業員嘅就業權益。明白人工智能嘅發展係大勢所趨，既能夠改善人類生活，亦可以推動經濟社會嘅發展。但係喺正面效益嘅同時，都存在負面挑戰嘅雙重影響，例如會引發勞動結構嘅一個重組啦、社會倫理、私隱同埋安全等深遠嘅結構性問題。而國務院去年發布嘅關於深入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嘅意見，喺提出推動人工智慧發展嘅同時，亦都指出咗要加強人工智慧應用嘅就業風險評估，引導創新資源向創造就業潛力較大嘅方向傾斜，減少對就業嘅衝擊。為此，期望特區政府能夠適時對人工智能嘅應用作出研究、評估風險同埋作出應對嘅策略，確保人工智能係服務於人嘅核心價值。另一方面，目前多間博企已廣泛應用各類嘅電子化設備，引入科技，理應係為咗員工創造更加優質嘅就業條件同埋環境。而除咗唔係替代就業之外，亦唔應該作為監督嘅一種工具，增加員工嘅勞動強度同埋心理嘅壓力。近年本澳博彩業出現咗結構性嘅轉型，各大博企嘅業務重心都已經向中場轉移，而中場嘅特點就係客流量大，加上電子賭台嘅引入，令整體嘅遊戲節奏加快。有員工反映被要求喺指定嘅時間完成操作，加上公司縮減咗人手，都令到員工實際嘅工作強度同埋壓力增加，對職業安全同埋健康構成一定嘅隱患。而隨住本澳訪澳遊客嘅屢創新高，博彩務收持續復甦，全賴一班前線員工嘅辛勤付出。為此，本人呼籲各大博企合理增加前線人手嘅配置，關注員工嘅工作壓力，並優化輪班制度，讓科技真正回歸以人為本嘅初衷，成為減輕員工工作壓力嘅輔助工具，從而提升員工士氣，達至勞資雙贏，推動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嘅目標。多謝。